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灾区抢劫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灾民互相看头看尾，徛卫兵保护家庭财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土耳其甲叙利亚大地震造成超过33000栋厝倒去海去，无法度去住人。灾区有真侪徛街甲店面拢已经无人咧顾，加上物资真珍贵，所以讲这抢劫的情形就愈来愈严重。灾民是干内当家己互相看头看尾，徛卫兵保护家己的家园。手头摕着枪，叙利亚灾民看着怪手伫倒倒来建筑边仔作业。土耳其甲叙利亚边境的地震造成超过33000栋的建筑毁损。居民脱离家园了后，抢劫偷物件的状况一直发生，互居民只会当团结组织做伙来巡逻保护家己的家园。في سرقات لك عم بيسرقوا عم بياخذوا الاغراض برادات غسالات شو ما يجي يعني مصاري شو ما يجي على بالهم ذهب كل شيء شو ما يشوفوا بياخذوا ومنين عم بيجوا ما بعرف。为了保护家己的财产，有居民困伫卡车内底，不时监视家己的厝。有当地武装组织24点钟轮班巡逻保护区域。特伫定在前日第12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曼马拉斯有42岁女子克洛奇，伫受困258点钟了后，获救出来，互伊的厝内人甲搜救人员是真欢喜。虽然安尼，在着时间愈救愈长，其他人得救的几率嘛愈来愈渺茫。Hani bilmiyoruz ne durumda. Ölü diyorlar ama bilmiyoruz yani. Ses geldi mi? Hangi güne Yok, kadar? ses yok. 根据土耳其政府表示，暂时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离开灾区，因为现在的人得救机会是愈来愈少，互土耳其部分地区开始停止搜救。有真侪民众已经放弃厝内人互救出来的希望，严格有关就伫灾区附近，毋望至少会当挖出牺牲者的遗体，互因一吐为安。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罗西亚拍乌克兰后礼拜战争就满1年啊！昨起过的表令雅典，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用视讯的方式参加开幕典礼。另外，乌克兰主权任务的百姓有不少人是等咧英国接受训练。英格兰北部训练场风真透，几百名乌克兰志愿军的新兵正伫训练战机，由英国、瑞典、丹麦、荷兰甲挪威这国家的部队来指导。要伫5礼拜内学习冲突国际法、城乡战甲轻交战，也有武器装备使用以及战场医疗、提悬转换率，也有急战力。去年开始已经有1万多人接受这训练。Взагалі-то не хотіло б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ся, вбивати людей. Ми Україна мирний народ. Але прийдеться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і отримати перемогу. 以后真关心事情的德国毗邻雅典今年特别成员冲突中的乌克兰甲伊朗，并且据说甲俄罗斯、伊朗政府有直接关系的人来参加。美国影视导演辛潘1年前开战时，正伫乌克兰拍的纪录片《超级大国》，讲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喜剧演员到战争英雄的转变，要伫雅典来上映。泽伦斯基16也以视讯的方式出现伫开幕式，全场是轻轻拍破啊。Culture and cinema can be outside of politics, but not when it is a policy of aggression, not when it is a policy of mass crimes, murders, terror, the desire to destroy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peoples, when it is a policy of total war. That is the politics of today's Russia. 伫这同时，俄罗斯甲乌克兰继续交换战俘。俄罗斯军方16公布，乌克兰释放101名俄罗斯军人的卫兵，互释放的人真欢喜，真希望甲厝内底人赶紧见面。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也表示，有100名乌克兰军人甲1位兵将得到释放，因拢是困守南部卫城马利坡的人员。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上新的主力火箭 H3本来是今日早起要发射升空，不过因为辅助推进器无点火，任务失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一架载武器去罗西亚火车，火场倒去北韩的时阵，加载几落架罗西亚的白马。好亲像就是顶礼拜北韩阅兵典礼第1000斤金珠爱白马。韩国 Times 报道，前英国首相 Truss 去日本参加国际论坛，伊表示英国爱对抗中国，佮呼吁7大工业国同齐提出制裁方案。虽然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顶礼拜推出新的软体 AI 病，
用户用来说发现讲 ，AI 并提供的信息真侪拢唔对，而且伊竟然佫会骂用户，甚至甲用户讲你无信任我就伤心的，这互听到实在真恐怖。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这2天往乌克兰方向放真侪气球，一寡气球顶悬拢有按雷达发射器，调工互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侦测到，射飞弹该拍落来。利用这款方式，要互乌克兰的武器拢总用了。中国气球拍入美国领空了后，互人拍落来了后，是各界拢发现讲，真侪所在拢有不幸的飞行物。内台湾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昨嘛发现讲，空中是有物件落落来，发现是讲有写简体字的气球。陆军初步研判，这气象探测仪器。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总是强调讲，甲气球拍落来是正确的决定，伊袂会失礼。毋过，嘛望讲最近有机会甲中国的领导人是军兵单位。对下命令，甲最近伫咧天顶出现的一寡间谍气球拍来，包括一开始伫咧2月初时拍来中国气球。美国总统拜登为家己的决定做辩护，伊话讲甲正当，批评中国的监控计划，讲会甲伊拍来是因为要清楚的甲中国讲，侵犯美国的做法是无法度接受的。If any object presents a threat to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 will take it down. We seek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with China. We're not looking for a new Cold War. I expect to be speaking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hope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But I make no apologies for taking down that balloon. 针对最近一寡间谍气球的事件，美国总统拜登讲，伫最近将会制定更加严格的规范，包括设置雷达，对迄寡无法度辨识的飞行物做追踪、监控，并且甲伊拍来。除了第一个中国的气球以外，了后拍来3个。拜登讲，美国目前认为，这款飞行物体真有可能是私人公司或者是研究机构具有良性用途升起伫天顶的。We don't yet know exactly what these 3 objects were, but nothing right now suggests they were related to China's spy balloon program. 为了间谍气球事件，拜登最近承受2个党的压力，被要求要说明规件代志的头尾。白宫讲，拜登拄则接受3点钟久的健康检查，一结束就返来上班。报告伫咧16暗公布，拜登顶一遍健康检查是2021年11月，迄当阵伊的医生讲，拜登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78岁男性，结肠内面有蓝码已经切掉。成为美国史上年纪上大的总统，拜登无讲伊的年纪。第14宣布要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今年51岁海莉，要求对75岁以上的政治人物进行强制性的心理测验。虽然无指名，也阁互人想到的是，伊的前头家76岁川普，也阁今年已经80岁拜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中美洲尼加拉瓜顶礼拜是甲200外的反对派赶出境，夺走因的公民身份，昨日阁夺走94个人的公民身份，甲因按反背祖国的罪名。其中有一个无愿意离境的天主教的主教去互判关26天，这是引起联合国人权组织甲天主教教宗关切。Fueron considerados los acusados traidores a la patria. Los acusados ejecutaron y continúan ejecutando actos delictivos en perjuicio de la paz, la soberanía, la independencia y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l pueblo nicaragüense. 两边甲台湾断交的尼加拉瓜最近打压反对派动作真济，顶礼拜才宣布驱逐流放222个反对人士，佮甲因送去飞机了后取消因的公民身份。拜三又佮去法院告因，以涉嫌反背祖国这个罪名，剥夺94个反对人士因的公民权。这个声明单包括作家、主教、记者、甲人权的活动人士，其中一个捌伫奥地利1985年至1990年头一任总统任内担任副手，后来嘛捌参选总统，即嘛是真出名的作家拉米雷斯。另外，顶礼拜也名列驱逐名单，毋过无愿意离境的天主教主教阿尔瓦雷斯，互法院以叛国罪破坏国家完整加传播假消息，判26年。Le notizie che giungono dal Nicaragua mi hanno addolorato non poco. 2007年，中会执政到呾的奥地利，捌对2018年发生反政府示威采取强烈镇压的手段，造成300外人死亡。批评伊的人后来毋是互人逮捕，都是去互驱逐，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西班牙国会暂时通过下性别的法案，满16岁的人拢会当家己去改身份证顶头登记性别。这对多元性别的发展来讲是行出一大步。不过，其实未来生活当中是会出现袂少争议，亲像便所、宿舍，甚至是感觉即寡有分性别的所在，到底是要照生理性别来分，也是照身份证顶悬的性别？另外，阁有运动比赛当中，敢没有人去找到多元性别的好意，改变身份证的性别了后，用查甫身讲要参加女子组咧。另外，也阁有讲，若是出意外爱急救换器官的时阵，这身份证顶头若无写生理性别，嘛真有可能会是去延误着救治的时机。一寡大大小小的争议，这是未来更较大的难关。西班牙国会通过表决，以191票赞成、60票反对、91票弃权，通过一项跨性别法案。这项法案准所有满16岁人会当要求变更身份证顶头的性别。西班牙平等部长伫咧法案表决进前，对国会议员讲，这是这届国会上重要的法案之一。Las personas trans no son personas enfermas, son personas, punto. Son quienes son, punto. Las mujeres trans son mujeres, punto. Y el Estado, a partir de hoy, os lo reconoce, punto. 进前，西班牙成年人已经会当要求改变身份证顶头的性别，要爱有医学报告证明有性别认同障碍，也管有总过2年荷尔蒙治疗的证明。未成年人本来是需要得到法官的同意，新法取消这款要求，即马是改做14到15岁爱法定监护人同意，12到13爱法官同意。Espanha ser dos países pioneiros que vão aprovar esta lei. Eu vivo aqui e isso me dá orgulho desta precedência, desse modelo de exemplo para outros países aqui em Europa. 因过西班牙左派联合政府本来就无啥份，这项立法恐怕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分裂。伫咧扫这项立法的平顶部，受激情左翼政党阮会当出任，属于联合政府内面较细政党，民众对此要疑虑。Y son adoctrinados por esta teoría. Es decir, los niños pueden tener cualquier gusto, coches, muñecas, rosa, azul, y no por eso eres un hombre o una mujer. Ya se está intentando hormonar a menores. Bueno, la ley ya permite el cambio registral en menores. 西班牙对性别登记大开放，不过欧洲一寡真正就跨性别立法的国家，这几年态度变得较谨慎。瑞典甲芬兰已经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荷尔蒙变性的措施。苏格兰伫咧顶个月也阁发生过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变性进前性侵2位女性，所互人关入去女子监狱的争议。英国伫咧顶个月也封管苏格兰的性别认同改革法。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法国的工会将是发起今年第5届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延后退休年纪的政策。昨这场罢工是造成空中的交通大乱，巴黎的奥利机场取消3成航班。工会阁呛讲，若是政府无诚意要改革，3月会继续罢工。亚各种的旗号标语，上街抗议法国年金改革。法国劳工反对政府把退休年龄对62岁延后到64岁，16发起第5波的全国大罢工。规模虽然无亲像进前几落遍遐大，不过同款秩序、航空交通大乱。Je crains que déjà, à mon âge, j'ai déjà des douleurs articulaires et je ne me vois pas travailler jusqu'à 64 ans. C'est physiquement pas faisable. Avec les horaires décalés, on travaille la nuit, le matin, l'après-midi, on travaille 7 jours sur 7 et 法国民航总局宣布，拜四奥利机场会来取消3成的航班，其他机场嘛取消2成。工会表示讲，全国有130万人参加，这是1月19抗议开始以来上低。不过强调目标是要来延续抗争诉求。马克宏政府望讲会当来透过调悬退休年龄、减轻年金制度甲少年职员的负担。不如个国会内底讨论煞合唔入都唔急，因为执政党唔是绝对多数，并且主张拒绝甲任何工会来让步，嘛受到真侪碰撞。
Énormément de déductions de cotisations sociales sur les bas salaires depuis très très longtemps qui bénéficient en fait aux entreprises, que cet argent-là, que cet effort-là, il n'est jamais demandé en fait aux entreprises et qu'il est tout à fait possible soit de créer en fait un impôt supplémentaire, de rétablir des cotisations sociales, soit éventuellement même comme même le système de retraite actuel, il n'est pas équitable en fait, il n'est pas juste. Il y a des retraites qui peuvent aller jusqu'à plus de 10 000 € par exemple par mois. 根据法兰西24的报道，民调显示讲，差不多有70%的民众反对马克宏的年金改革计划。一份反对改革的请愿书已经有收集超过100万人签名。激进的左派不屈法国的前总统候选人梅朗雄伊表示讲，工会会伫3月初7再度来号召全国大罢工，并且讲要让全国腔扭起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特斯拉电动车一道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FSD Beta 无符合交通安全法规，使伫咧转弯的车道煞直行，冲红灯，车速阁会使超过设定的，这款情形拢真有可能会造成车祸。特斯拉就宣布要调回全美国的36万架车。也若是咱台湾的电动车驾驶是暂时唔免烦恼，因为咱台湾也未引进这套 FSD Beta 系统。特斯拉即阵是全美上畅销的电动车品牌，也毋过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确实发现，特斯拉采用的全自动驾驶辅助软体，可能会伫西湾的车道以外直行。看到停车搁再开的标志时，未完全停了咧，也是抢黄灯通过路口，也发生超过设定车速的情形，开发生交通的事故，有安全的问题。这样负面的消息，必须特斯拉赶紧来宣布，要调回36万2000多台的车进行修复。No, I hadn't heard about it. But obviously, when you're innovating, there's going to be hits and misses, and you're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shop to try to improve things. So, all in all,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It's not surprising, just something that's probably more safe until it's completely secure and safe to get on the road. 虽然部分特斯拉车主依然对品牌有信心，也毋过受到调回事件影响，拜是美国特斯拉的股价大落5.69%。马斯克是伫同一天发出推文讲，因是利用远端进行自动驾驶软体更新，车主免甲车开转来原厂来维修。调回讲法毋对，完全错误。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